既然被道友看出来了，在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女扮男装，其实只是为了在外方便一些罢了。道友看够了没有？小女子的脸上，莫非有什么不妥之处吗？真没想到，短短100余载未见，袁瑶道友也顺利突破解丹了。哼，是什么袁瑶方瑶的？你认错人了。本姑娘姓阮。道友不必紧张，在下无意窥探道友过往，只是100余年前我们确曾有过一面之缘，故而认出来道友而已。100余年前，一面之缘。